斯总统普京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关于这次会议的声明中说，普京祝贺阿萨德在选举中获胜。当地时间9月14日，克里姆林宫表示，在普京身边出现了多起新冠病例后，这位俄罗斯总统开始自我隔离。2021年9月10日开庭的伦敦维吾尔法庭的第二次听证会于9月13日结束，这是继今年6月之后，该法庭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听取证人证词，收集中共当局破坏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的证据。维吾尔法庭将于2021年12月作出裁决。由于中国台风影响，包括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在内的3个港口暂时关闭。停止活动的宁波舟山港发言人宣布，根据台风的速度，活动将于周四开始，其他2个码头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开始。中国驻喀布尔大使王宇在访问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副办公室的埃米尔汗穆塔吉时，承诺向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提供1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宣布，他们将向阿富汗提供6400万美元的援助。韩国对谷歌处以约1.77亿美元罚款，因谷歌阻碍其他公司开发与安卓操作系统竞争的版本。该美国科技巨头在移动软件领域的主导地位由此遭遇新的挑战。联邦调查局应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命令发布了一份关于911袭击的机密文件。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发布了一张据称已死亡的领导人埃曼扎瓦西里的照片。根据哈萨克斯坦国防部的声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谋长会议在首都诺尔苏丹举行。会上，美国军事代表还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特别是阿富汗局势。